Hello，大家好啊！波仔今次想問下大家，其實呢10幾年入邊，最令你難忘嘅英國 DCS 產品會係邊一款呢 Vivaldi 春夏秋冬四件頭 Rossini 羅西尼 Bartok 巴托克 Lina DX 定係 Lina 三件盒呢？咁對我嚟講呢，有下突破性數碼處理技術嘅6分體 Vervaes 阿雷茲，無論製作工藝以至聲音表現呢，都令我留下十分深刻嘅印象。首先，呢6組從正面、頂部以至左右兩邊都睇唔見一粒固定螺絲嘅機箱，全部都係採用航天級鋁磚挖空製造嘅。咁表面呢，就分別經過噴砂同埋銀色陽極處理，營造一種簡約優雅嘅觀感。Vervaes 同過往 DCS 數碼重播系統嘅最大分別，主要係只有一部 User Interface 嘅機箱係配備大型 LED 顯示屏幕。據廠方解釋，呢個做法係可以將干擾減到最低嘅。佢嘅機背提供一組藍牙天線插座，配合隨機送贈。外殼同樣由原件鋁磚挖空加工生產嘅圓形遙控器，同埋度身訂製嘅 Mosaic Actus App 一齊使用，令操作變得更加得心應手。無與倫比嘅 Vervaes 另一項重大突破就係解碼部分1分為2，變成單聲道設計。嶄新 Differential Wing Deck 全平衡叉動數模切換技術。正負上位各自由48組電流源組成，配合全新改良超低噪音穩壓供電系統，營造更低嘅失真。再一次將 Out-to-Out 嘅發燒理念發揮至極限水平。至於模擬輸出端，將會提供 RCA 同埋 XLR 插咗各2組，4種唔同嘅輸出電壓，方便配合唔同輸入靈敏度嘅器材使用。Vervaes 嘅數碼處理核心就係集中喺呢件高度接近25cm 嘅 Cora 機箱入邊啦。所有 PCM 信號將會預先進行超取樣處理，配合埋 DCS 編寫嘅數碼濾波同埋3種唔同工作頻寬嘅 Mapper。另一方面 ，Vervaes 將會提供最高 DSD 512水平嘅聲頻處理。咁至於接駁方面呢， Cora 機箱嘅機背就設有 USB-A 型液態網同埋8組 Actus 接駁插座，用家亦都可以額外加配 I/O Module 接駁其他嘅數碼器材。眾所周知 ，DCS 一向極為着重 Master Clock 主時鐘對於聲音所產生嘅微妙變化。咁啊，針對 Vervaes 數碼重播系統所搭載嘅單聲道解碼器咧，廠方就特別研發咗最新嘅 TopMix 時鐘同步技術。配合精挑細選高質量 VCXO 電壓監控晶體振盪器，確保左右聲道嘅解碼器能夠達至完全同步，徹底杜絕上位噪音同埋時機性失真嘅出現。雖則 Vervaes 係一套主打高清串流嘅極品數碼重播系統，不過 DCS 都非常清楚，地球上仍然有好多實體軟件嘅鐵粉。因此特別準備咗一部可以兼容 CD 同埋 SACD 光碟嘅轉盤。Vervaes 嘅轉盤咧就採用咗 D&M 提供嘅雷射十訊機身，經過 DCS 全面修改嘅操作人底，進一步加強工作嘅穩定性。供電部分咧就採用密封式環形變壓器，搭載高速運作嘅低噪音穩壓線路，提供純正充裕嘅能量後盾。務求進一步加強 Vervaes 一眾成員之間嘅溝通 ，DCS 專程研發咗一款包含6組高質量絞合導體，作為傳送數碼信號、2組 TopMix 時鐘信號同埋操作指令嘅 Actus 傳輸界面，加上瑞士 Limo 精心炮製嘅超高頻寬接駁端子，唔單止可以大幅減少傳統線材嘅使用量，仲可以避免器材受制於線材質量，令聲音出現難以估計差異嘅情況。如果大家想親身感受一套6件 DCS Vervaes 阿雷茲嘅非凡魅力，歡迎致電 Hi-Fi Gallery 影音科技安排預約試音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見。